咱高屏外海为临时操演区射击训练，今仔日佫发布军男实弹操演的影片，咱的总统府强烈谴责。新竹县竹东一间餐厅的停车场下晡路向放落，有高车陷落3公尺深，官府认为讲是结构害去才会陷落。真侪人厝内传的药啊、普拿疼，全部主要用来治疗感冒的这款药啊，拢要起价上济会起20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7公视第2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今仔日新闻头起先来看中共暂时无有警伫咱台湾西南海峡高屏外海为临时的操演区要实弹射击。今仔日甚至佫发布军男实弹操演的影片。咱的国防部嘛侦测到45撮强击扰台，其中是有34撮飞过海峡的中线。伫咧这台海海面上，甚至佫有14只强艦甲2只公务船。咱的总统府是强烈谴责，外交部嘛呼吁国际斗阵谴责中国起诉的行为。中共舰艇在我专属经济区划设禁限区，欲实施海上射击，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56条及58条规定，严重影响海空域飞航安全。面对中国军队拍算伫台海进行实弹射击，国军伫上前线捍卫海疆。中国二日无预警宣布讲，伫高屏外海40海里处画设操演区要进行射击训练。国军的战机随升空，军舰嘛紧急出海应对，嘛主动发布班超军舰，监控中国的4名山艦和千岛乌艦的行踪。中国的舰队后壁是驶离开操演区。中国军队的东部战区27日透早就发布舰队最近实弹操演的影片，对外展军事实力，威逼台湾的意思是真高。国防部发布侦测到中国军机45架次，其中34架次是超过海峡中线，入来到咱的中部和西南部空域，佮有14架次的中国军舰、2只公务船出现伫台海。国军嘛讲出中国军队操演区的位，对区域安全稳定的公然挑衅，总统府表达严厉的谴责。总统赖清德第一时间是指示相关单位严厉应处。外交部呼吁国际社会做伙来谴责中国公然起无空，破坏区域安全和稳定。针对中国军队伫西南海峡画设操演区，有可能去影响到迄边的渔民讨生活。东港区渔会讲，军舰的维持渔船会经过的所在，27早起渔民正常出海去掠鱼，有一寡渔民认为讲影响无介大。但是有比较担心的渔友嘛，我们也会建议说，那就是暂时先不要出海作业。学者分析，中国画设操演区，再搁结合实弹操演的影片，后壁的目的恐惊是要执行认知作战，嘛警告美国。美国在这个美泰的这个经演竞赛联合演习，它有释放出这个台湾去，然后几个小时后就拿掉。我觉得可能中共对于这个未来情势发展会非常担心，但是他其实拿不太出什么反制的方法，所以可能就是借由军事活动讯号，表态一下。苏浩宏讲，台美军事合作升温，加上美国在印太地区加大关注的力量，让中国真不满。无排除中国军队最近的加大扰台的力量，国军千万袂当大意。记者综合报道。中华电信台片3号海底电缆2号登去，怀疑是这背后是中国资金的权益船宏泰货船拖登去的。咱的海巡是甲货船押登去安平港调查，侦讯了后，这个姓王的船长去互检方声押。台南地方法院今仔日裁定羁押禁见。法院是认定讲，姓王的船长是有指挥船员的权，而且这口径甲其他的船员是有出入。若是互交保，可能是会逃亡，也是甲其他的强犯斗口径，所以讲就裁定甲收押。要若是其他7个船员，检察官是认为讲无必要甲羁押，所以讲就裁定限制驻机甲出境出海，暂时是用电子监控，互因踮伫咧宏泰货船上头。我来看，中日是有网称，也看讲有一寡台湾人是有领中国的身份证，所以讲内政部就随开始调查。专署部最近嘛发函予公家机关，要求这公务人员都要签字，表明讲家己是无中国的户籍，嘛无中国的护照，也是身份证等等。也若是陆委会是肯定进前海军信用的上兵，主动反映劳务甲办中国身份证的情形，呼吁这公务人员都要老实。网称北京进前标出一寡台湾人身躯顶是有中国的身份证，内政部嘛随启动调查，目前已经有10个人互废止台湾的户籍。专署部最近嘛发函予各县市政府和公家机关，要求公务人员爱写具结书，表明无伫中国设籍，无领中国护照、身份证、登记证和居住证，而且要伫2礼拜内完成。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啦，
这个明文的规定，跟陆委会的来函来办理中央跟地方机关的公务人员的部分都会来做这个工作。专署部强调讲，公务人员对国家的忠诚是基本的要求。陆委会是讲，政府肯定进前海军正洋南摄影的上兵主动反映讲，伊伫个唔知影的状况之下，互因妈妈办理中国身份证的情形，希望公务人员都会当老实通知。他需要在中国大陆居住6个月以上，才能够领居住证。那你就必须要说明你到底是怎么拿到，是不是去代办的，或者是你偷偷请假去的。但是中国讨好台湾人的策略并无停，福建省政府而且佫公布新的一批惠台17条措施内面，包括开放予台湾民众线顶换领居住证，含提供台湾人当年人民票5万的奖金，鼓励台湾民众去中国指定地的企业做工课等等。刘委会分析，伫中国军队无以建军演的时阵，佫推出惠台措施，都是中国好战两手的策略，伊个是无啥物效果。在高科技产业的话，这个5万块人民币的奖金并不算是很高，福建的财政也未必是很好。中共的对台工作大概还是脱离不了用利诱的方式，这个跟他们所要的心灵契合其实是有很大一段距离啦。另外，对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副检察长前一天公开讲到，防拘捕免2年的北基文化总编辑副查理恩熙和防判9年动刑的 UDN， 而且指出讲是重大危案案件。李文杰认为讲，2个人已经和中方当作是指标性的案件在宣传，会持续掌握案件进度和相关信息。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竹东今日下晡，一间餐厅头前的停车场，这路煞是汹汹落落，有一只轿车甲边仔树仔拢陷落3公尺深，加在是无人伤亡。官府是认为讲这已经伤过侪年啊，更让人结果害去才会放落。也若是竹东的镇长郭万忠甚至指出，这搭其实是国有地，煞互建商占去做停车场，会追究责任。日期下晡2点外。新竹县竹东镇中村路3段，一间餐厅头前的埕有停几架车，不过了后车路煞汹汹放起，有一台白色的轿车，连原底顶悬的树仔嘛做伙落落这个有3公尺深的溪坡，这个画面全部拢去有监视器翕落来。到底是谁的责任？规只车并落落这个坑，加在迄当阵车底无人，附近的住户讲到代志发生的过程，因讲有听到一声真大声，嘛讲这个车路进前都有必顺，不过并无处理。进前警卫有跟我们讲说，那边不要放车子，都有个裂痕呐。前几天还过来看，就说这个地方是很危险，因为它已经有下陷了，那底下又是一个河床，那个整体如果下陷下来是很严重，结果没有想到今天刚刚就开始，整个就下去。警消接到通报了后，赶紧伫现场救防疏散，真无简单才把这架轿车吊起来。不过后壁的挡风玻璃规个拢碎严严，车身嘛受损伤。竹东镇长郭万忠表示，这个地是国有财产署的土地，过去去有建商违法占用，加做停车场，所来会追究责任。建商如何建造，这确实我们要追溯之前的责任。有私人来私自把这一块三角地的部分做一个钢结构的架设来使用这一块空地，那当然就因为年久失修的一个部分，所以钢构的一个损坏，所以才导致这样子一个崩落的情形。针对车路放弃的原因，工务处讲因为内底条啊真旧啊，年久月深嘛无修理，怎安尼放落？郭万忠表示，后续会和国有财产署做土地管理，若这个所在是沙坑溪，会以排水为优先。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地区今仔日大雾是大真高，一直到早起11点外才解除校雾的直播。这段时间，台中的国际机场飞机起降都有去受到影响，只有10班飞机延误也是取消。另外，对明仔载开始，就是228连假的头一天，高公局就提醒，对早起开始，落南的车都会真多。机场大厅客家10通通，旅客只会当看手机啊，消磨时间。就连行李也无法度托运，228连假前一日，台中机场就毫无大着，不少班机慢分也是取消，让旅客真烦恼，行程受影响。我想不到呢，昨天天气那么好啊，怎么今天早上变成雾茫茫的？有耽误很多，然后我们如果有带小孩，根本就超不方便。原本规划要出国，已经提早2-3点钟就来到机场，也毋过班机缩慢分。气象署透早针对汤圆新潮苗栗、台中彰化5县市发出浓雾直播。
台中能见度捌无到200公尺，最后大约11点浓雾才解除，有10个航班受影响。这波浓雾影响有计会继续到3月初3了后。因为近日是天气回暖的状况，那南边来的水汽呢比较多一点，那容易在台湾海峡海温比较低的地方就容易产生低云或雾的状况。应该是在这个春季这一个季节是容易有起雾这一个情形哈，所以可能民众可能要如果有这个出游或出差的规划或者返乡的规划的话哈，可能就要把这因素纳入考量。另外，早起6点国道1号南向162公里的所在，也有驾驶亲像因为浓雾自动地磅站，造成2个人受伤。高公局提醒，礼拜连假期间有计会一直大量车潮，连假第1、2早起有计都是车上济时阵。南向接驳量大概是平常的1.4倍左右，所以呢，我们在国5的南向的部分就会有一些比较长时段的拥塞，像是在从早上5点到下午的3点左右，一直到下午的3、4点就会陆续的疏解。那北部一直南向车潮，中部也要注意中华保险、快光步风、草屯、民间3个路段车潮继续到中道。南部地区是顶金燕巢路段可能出现塞车，建议用路人避开尖峰时段。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真侪人厝内会传的药啊、普拿疼，去年止痛类的药啊都已经起价。时阵佫宣布讲，主要用来治疗感冒的护目系列7款药啊，上济是要起20块。专家就预告，后一波可能这汉药类的卖对得起。今日去药房，柜台边都采几排的感冒药啊。新冠疫情了后，民众对这种在药房就会当买到的药啊需求增加。不过，上是因为成本一直称悬，药品普拿疼的代理商佫发出公告，旗下护目专系列的产品总共7款拢总起价。当都涨嘛，所以还是因为整个营运的成本的一个提升，所以说厂商是不得不涨。所以在4月的时候，电价又要涨一波，那可能又有一些药品啊，或者一些其他的周边的产品也有可能会再涨。起价包括服务加强錠、服务无医定等等7款11种，起伏差不多在5%到6%，建议售价上济是增加20块。继续相关的是服务加强錠24粒的，对本地370块，即卖开390块才买得到。那有时候你不方便去医院看的话，就是买这个会比较方便一点。对，那你如果有涨的话，真的是。什么都涨，薪水没涨。会觉得有一点压力，会考虑其他同成分的替代品。对。甚至唔那普拿疼，药师点出对2024年开始，就确认所有药品一直在起价，包括中国酒含金十字维产，这罐内拢对150起到180，曼秀雷敦嘛对180起到230，有人参板糖对60块起到75块，另外港香兰的热饮嘛对280变做320，而且起价唔是起到这尔，专家佫预告后一波有可能是中药成分的比白膏。目前涨价的都是一些还蛮日常会使用到的中药，比如说白术、当归、黄连，另外还有像酸枣仁，那根本就是已经价格居高不下很久，那它甚至就还在更攀升它的价格哦，从一台斤可能大概本来700多，到现在是变得要5、6千块去。面对什么物件拢起，医师药师嘛同款无奈，有药师提醒讲，若无一定要买什么品牌，会当经过药师的指示去买对应的指示药品。记者综合报道。流感、六类疫情加上急诊本身的人阵，即阵这病院是客家10通通。为着解决这个问题，健保署就提出3项解决的方案。健保署长赵宗良就表示，过23码是按算要提悬急诊医生的诊察费，也有护理费。4年投入100亿，5万个人力留掉。健保署26找急诊医学会甲社区医院学会等医界团体参详健保的急诊支付标准，未来要安怎调整？即马确定的是，未来急诊诊查费甲护理费会分开算，依照减伤分类分列个别的费用，考虑到它的合理性，所以至于最后会调升多少，我们会参照在这个住院跟这个门诊还有病人的这个严重度，会再跟这个相关的急诊的这些专家们讨论之后，才会提出来。这一笔钱你是怎么运用的？是算在总额里面，还是没有算在总额？那如果是算在总额，一样钱是到医院的口袋里面，不会到我们这些护理人员的
口袋。健保署表示，除了调整急诊支付标准，嘛会调整老观层支付标准。因为急诊患者若是需要留院观察，即马敢若给付护理费，无医师的诊查费。未来会参考大院的模式，调悬急诊老观层护理费加诊查费。为即马健保给付来看，急诊观察床头一天病房费加护理费加起来差不多844块，较无900块。第二天开始，敢若剩较无310块。有医师认为，急诊医护的付出甲给付实在差伤济。针对健保署所寄出调高给付的对策，那需要设立监测指标来看是否能够发挥实效，会不会更加分配不公的一个情况。未来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必须要记得这些给付的调整，还是必须要以护理人员的这个薪资，而非奖励金真正有调升为一个核心的一个目的。健保署署长赵宗良表示，未来要求病院爱加人佮加薪，而且是调整薪资，毋是发放一届性的奖励金。预定4年会投入100亿预算，2万家护理人力拢留掉的。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中新光3挖起报告单已经半个月，真侪专柜的人员是无法度上班，影响着收入。今仔日台中市务就办短期的拍卖会，有一寡厂商就请即寡无法度上班的专柜人员来顾单。也若是新光3挖的第2卖场是3月初1就开始营运，会当短期安置即寡本地百货内底人员。几下卖物件的人员拿款货，拿协助人客试穿或者是算销。新光3挖台中店前发生爆炸了后，未少专柜的人员烦恼因的头路，嘛无想要去互调去外县市。今嘛总算有机会会当暂时留伫台中做工课。临时没有工作，大家心里会有很多恐慌。外地交通很不方便什么的啊，在这里就是离家很近的。我是台中人的话，那是不是公司也会补助我在外面的租屋津贴啊，或是油资上面？那就是要纳入考量啦。如果人在台中，那就是最好了。爆炸案件到达已经半个月，部分专柜的人员到达也无办通好上。台中市务27开始的促销活动，虽然毋是新光3挖主办的，毋过有袂少牌子原底伫新光3挖都有专柜。即马暂时禁止促销的活动，嘛有遮个原底伫新光3挖的员工会当依期生活。在服务人员方面也有很多贵哥贵姐，他们在这一次因为整个台中的关系，所以更有机会来服务大家。新光3挖按算3月初1开始要启动第1阶段的第2卖场，地点同款伫台中市务。新光3挖表示，会协同要4000个员工，800个专柜的厂商研究短期安置的方案，后续嘛结合其他的地点甲分店，展开相关卖场的部署。一共这一次呢，就是有27个厂商可以参加这个部分赛。后续我们会再找其他的适合的场地。那事实上，全省的星光3月呢，不管是在台北的南京西路店，不管是在信义店，还有台南西门店，都会陆续的展开。因为新光3挖提出的人员出入防护计划，目前还有缺失，要等咧补件。若是有通过，会赶紧安排员工去摕物件。也若外口壁安全防护的工程，目前嘛正咧进行当中。记者综合报道。中油高雄南亚溪炼油厂2015年迁走，迄块地即阵是台积电进驻。即阵市府是规划要伫咧较早炼油厂处理废水的所在设一个水资源中心。今仔日下晡就经协局开说明会，说互当地居民抗议讲，这水资源中心根本就是台积电的废水处理厂。啊！你今仔日你甲做淡遮，你啥咱毋做破面刷？李明愈讲愈大声，因为实在是袂堪入去，真无简单。中油炼油厂啥走啊？即摆台积电入来，原地中油污水处理厂又搁要用来处理台积电的污水，而且毋管是计划也是做宽屏，当地李明讲拢无接到通知，因真惊臭味甲污染会搁再出现。污水处理厂伫遐，原地边仔拢无人住，设伫遐，结果呢？你这个设污水处理厂设伫遐，讲实在啊，选址非常的严重的错误啊！你就是个笨蛋。大家来沟通，大家来用，互里面会当大家拢了解，无问题，较来做。啊，你今仔毋是你已经定案啦，啊，你今仔要来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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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仔要
你讲环评，我唔知影恁到底环评，伊个环评人员是不是有迄相做的无啊？警发局下晡召开说明会，里面提出真侪质疑。即卖厂区内底施工车辆来来去去，工业的正式动工敢真正有影？针对地方的质疑，市府表示，一切拢有照定序来做，里面来所有污水的处理资讯甲管理控制，拢会公开透明、严格管控，绝对袂甲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外挂。包含水质、水量都会做24小时的监测，并且呢放到网络上，以及我们会设置相关的这个看板到这个里民所建议的一个地点。那此外呢，在未来的专管的部分，我们也会额外增加从管前到管末端都会增加压力监测的一个系统。因为要起的这个水资源中心离上外徛街，敢若隔一条6米的巷仔，边仔拢是社区大楼甲楼仔厝，时代背景无同，水丰市府有甲计划调整过，甲较无污染性的行政大楼刷来较外主题区这边。不过地方居民也是有真大的犹疑。记者柯家族柯兆雄高雄采访报道。新竹棒球场这几天是在乌土吧，乌出真侪粪扫甲土角。民进党的议员就质疑是市府已经乌了伤过深，去乌到60年代去棒球场迄阵的土吧。不过今仔日国民党甲民众党的市议员嘛有去现场，说是讲因为乌到这几年才有在卖饮料的馆仔，讲这立案讲法是毋是事实。新竹的检方嘛已经咧查看这工程告备案。新竹棒球场最近开始乌土、乌出粪扫甲废弃物，引起争议。新竹市议会民进党党团顶日开记者会，讲市府2年前乌的时，拢无啥物发现，2年后却发现废弃物，这个是乌到民国60年代棒球场都启用时上原本的土吧。当初去开挖到这个34公分深的时候，是没有发现任何不良物，也就是这个大家照片上所看到的这些营建废弃物的这个部分。过了2年，他再开挖就发现了这个废弃物，那原因会是什么呢？面对民进党议员的质疑，那边两党的议员拜时来到现场会勘，摕现场乌地塑胶管仔粪扫，讲这是2016年才生产的饮料，质疑民进党议员的讲法。在2016年才产生的一个饮料，那这样的话，这个饮料它有办法穿越时空吗？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些东西就是在之前上一个工程的时候就产生的，并不是说从很久以前就存在。可见当初在施工的过程当中，一定一连串的管控都没有很严密，来导致现在的状况。那因为各方说法都有不一啦哈，不过我觉得这跟政党无关，这跟市民知的权益会有关系。市府指出，目前乌地的废弃物是最近10年市面上才有的产品，无可能是60年代的物件。市府严正声明，应就目前现场开挖情形，除了砖瓦外，还有许多钢筋、混凝土、木头、大片网子及保特瓶等等，完全不合乎就地回填规定之材料。目前新竹地检署已经启动调查，市府强调会配合检方侦办，也继续推进新竹棒球场改善进度，重则还有市民一个安全的棒球场。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带大家来关心国际消息。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明仔载要去美国华府，甲美国总统 Trump 签扩散协议。泽伦斯基是讲，这详细内容也未超好势，望落尾是当确保美国继续提供安全保障，阻挡俄罗斯还去开战。不过 Trump 则是讲，这欧洲才是乌克兰的厝边，确保安全是欧洲爱做的代志。启程去美国华府进前，泽伦斯基2日伫总统府向媒体说明美俄扩散协议的进展。Немає договору, який наступний. Ось він складніший буде і серйозніший, тому що наступний договір про фонд. І там буде вже якісь там відносини партнерські, гроші тощо і так далі. Так? І ось він, наступний договір, він буде вже мати обов'язкову ратифікацію в парламенті України. 对川普讲，乌克兰爱以扩散资源来行拜登政府所开5000亿美金援助。泽伦斯基讲，过去西方提供乌克兰的援助，并无以任何方式爱行作为要件，袂当互乌克兰安上不实的债务。也讲伊拍算当面问川普，华府敢是会完全终止援助，那是敢会当直接向美国来买武器。Головне для мене було, що ми не є боржниками. І незважаючи, що де звучить в медіа, в угоді немає ні 500 мільярдів боргу,
ні 350, ні 100 мільярдів, тому що це було би несправедливо.泽连斯基强调，协议将基本的版本希望有美國的安全保障，以協助羅西亞佮技術開展。川普是講，安全保障是歐洲的代志，因為伊是烏克蘭的厝邊。 I'm not going to make security guarantees beyond very much. We're going to have Europe do that because it's in, we're talking about Europe is their next door neighbor. 川普佮講，基輔愛將家己北約的代志放袂記，想攏莫想，高中和克里姆林宮的講法，其正會就是這個問題引起的。烏克蘭是一個資源豐富的國家，有全球大約5%的關鍵關不了，這個礦區多數位於歐東地區，也就是羅西亞勢力範圍。烏克蘭經濟部估計價值達到3500億美金。基輔的美國大使館問話，你拉組織一陣反川普示威者。 強調只有在軍事行動結束、安全得到保障了後，才會當簽署擴散協議。 Це не дуже правильно шантажувати країну, яка веде війну, і примушувати її до підпису будь-яких, скажімо так, економічно невигідних угод. 公視新聞王慧文編譯。 美國總統 Trump 當時主持就任了後的頭一場內閣會議，唱講這歐盟成立就是為着要甲美國保護島，所以講伊是連面就要甲這歐盟的產品扣25%關稅。另外，伊嘛強調講是繼續甲墨西哥、甲加拿大加扣稅。 The European Union was formed in order to screw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the purpose of it. And they've done a good job of it, but now I'm president. 川普在內閣會議上講及美國貿易實行問題，點名一寡傳統盟友愛負責，直接指歐盟想要武害美國，長期將美國的班機以各種理由無買美國車甲農產品，也有無公平價得稅，真緊就會實施對等的關稅限制。Be 25%, generally speaking, and that'll be on cars and all other things. And 川普武害講法。 顛覆歐盟成立的歷史文明，甲美國長期支持的場，歐盟宣布，因是世界上上大的自由市場，對美國來講是一大福音，也強調會對無正當的自由甲公平貿易限制，做出堅定立即的回應。針對美國的盟邦加拿大甲墨西哥的25%的關稅，原定延後到3月7日實施。川普在會議上，佮予因1個月了後的新日期。April 2nd, I was going to do it on April 1st, but I'm a little bit superstitious. I made it April 2nd. The tariffs go on, not all of them, but a lot of them. 關稅可能延後，和墨西哥比索加加拿大幣對美金匯率攏起1%。也毋過一名北京官員表示，川普進前設定的3月7日對墨西哥加加拿大扣關稅的最後期限有完有效。敢是具體實施會觸發這兩國佇邊境的安全，加防止芬太尼走私流入美國方面的成效。墨西哥加加拿大官方佇代誌明朗進前攏無願意回應。公視新聞採訪報道。 韓國是全世界生育率上高嘅國家，不過根據韓國官方公布上新嘅數字，這去年生育率總算是有升懸，是這8年來頭一屆。這原因就甲政府也有因嘅企業鼓勵生囝有關係。親像因遐當地一間建設嘅大公司，就鼓勵員工生囝，生一個獎金就超過台票200萬。 去年8月生第2個男現丁陪查某囝佇客廳耍7頭米，伊講好佳在有公司的獎勵政策，伊才有迄個勇氣佫去生第2個。 일단은 장려하는 분위기가 있다는 것 자체가 그 회사 생활을 하는 데 있어서 큰 힘이 되는 것 같아요. 原来男现丁伫遐咧做工课的建設公司，對去年開始向員工發1億韓元，合台票差不多227萬的生育獎金。這個月伊真正是收到這條獎金，而且公司佫大動作來表揚拍拼精神的員工，讓男現丁感受到南韓整體氣氛真正是有明顯的轉變。 事實上，南韓的生育率對2015年以來是一年比一年較歹，佇全球是排正後壁的。為着鼓勵民眾結婚生囝，政府是提出真濟福利政策，除了延長有薪水的陪產假，提供紅嬰仔津貼，有的城市甚至閣有免錢帶房的優惠，嘛鼓勵企業做伙營造對生囝有利的條件，這嘛總算有效果。 2024년 출생아 수는 23만 8,300명으로 전년보다 8,300명이 늘어 3.6% 증가했습니다. 2024년 합계 출산율은 0.75명으로
2023년 0.72명보다 0.03명 증가했습니다.南韩在去年总算改变出生率连续8年拢降的趋势，后半年第二梯新生儿的数量增加12%，比第一梯新生儿数量11%的增幅小可增加。不过，一寡女性同款认为讲，对女性真无平等的做工课的环境，可能是因生囝意愿降低的重要因素。 여전히 이제 엄마가 아이를 좀 주로 양육한다는 생각들이 많다 보니까 이 사람이 얼마나 회사에 전념할 수 있는가에 대한 부분에 있어서 저는 좀 아마도 2순위가 될 것 같기도 하거든요. 学者建议，南韩必须建立性别更较平等的家庭结构，更较健全的儿童保育系统，和对家庭友善的企业管理模式，才当真正大幅改善少子化。公司新闻张惠美编译。 台北市长郭文哲因为经发城甲政治献金的案件，是去向羁押禁见。顶日伊是申请解除禁见，要甲亲人讨论老爸办丧事的代志。今仔日台北地方法院是开调查庭，裁定对今仔日开始到3月初10解除禁见，伊会当见老母、小妹、小弟，也有伊的太太郭强势的人。加油，平行加油！多少准备吗？妈妈有没有想要对儿子说什么呢？ 一个落车就流目屎，郭文哲因老母何水英，甲因牵手陈培基日前去台北地方法院，希望含入金华城，甲政治献金案的前台北市长郭文哲有机会会当解除禁见，甲家属讨论因老爸的后事。民众党主席吴国昌嘛有去旁听。一开始羁押禁见的这个裁定，本来就欠缺正当性，请容我再说明一次。说柯文哲会逃亡，那真的是脑袋有洞。台北地方法院开庭调查。 陈培基讲到，因大官过身了后，除了告别式，还有真侪代志要处理。伊主张希望解禁到4月初2。不过，检察官主张讲，考虑适法性甲公平性，建议解禁到3月初10告别式结束。过程当中，郭文哲不满，甲检方讲随在人。经过要3点钟的庭审，台北地方法院裁定，确定郭文哲有条件解禁，为2月27开始到3月初10。郭文哲会当甲因老母、牵手、小弟、小妹这4个人见面。 我个人对于检察官这种坚持，我是极度的不谅解。我的公公94岁失智，难道一个人的一个生命，所有的都到告别式完，就全部都结束了吗？最终我还是要谢谢法官，因为他说，如果检察官不断的抗告，我们连告别式的流程都可能会有问题。 那最后，我的先生也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问心无愧，我们不用求人。”郭文哲因老母何水英要上车进前，嘛向支持者摇手致意。因为陈培基强调讲，感谢法官斟酌考虑甲谅解。不过对检察官坚持解除禁见，干那到3月初10，伊认为这是无合理的判断。 后续郭文哲当时会向台北看守所申请登去拜因老爸，嘛引起大家关注。记者综合报道。台盐60的前董事长陈启玉甲前总经理苏坤宏等人涉嫌是交给开发厂商乌康公司的资产。这陈启玉甲苏坤宏2个人不法的所得超过1.3亿。台南地检署起诉相关涉案的5个人，陈启玉去判求刑12年，苏坤宏求刑10年。 案场的基座已经安好势，不过安泰用联邦的日子，唔知爱甲伫当时。台南七股看平这段供电的案场，去用来做事，甲台电60前董事长陈启玉所牵连的供电弊案之一，已经去有检方用炸弹围起来。台南地检署日前以违反证交法、甲公司法，甲陈启玉、甲台盐60前总经理苏坤宏等等涉案的5个人起诉。 主导通过台盐实业公司转投资成立台盐绿能公司之议案，利用台盐绿能子公司进行利益输送。根据了解，陈启玉、苏坤宏、甲鸿辉国际、调用甲委定开发的负责人达成土地开发服务费分配协议，甲原底属于台盐60甲电业投资商的土地开发案，转由鸿辉等等涉案的公司来签约，甲台盐60利顺留予涉案的公司，2个人不法所得拢总超过1亿3千万。 饭后均否认犯行，态度非佳，建请法院分别量处。诚信被告有期徒刑12年，书信被告有期徒刑10年。检方要求甲陈启玉判12年，苏坤宏判10年，因为这2个人做台盐60董事长甲总经理的时阵，有实际影响到煞无收本分，致使台盐公司甲台盐60的损失至少有4亿。
某些特定厂商，他们就有办法可以规避未依规定养殖或。例如像有的是申请要养殖或者渔温，它要做光电，然后它必须要符合什么规范，但是有很多都钻漏洞，或者说先斩后奏再补件。光电开发小连续传出备案，学者认为讲相关的法令已经有相对较周知，问题出伫主管机关无好好监督，才会予不法分子有空房通好弄。台盐公司表示，会依法甲单契约顶人讨赔，而且配合检调的侦查，若发现可能不法的情形，会移送检调协助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立委林岱华牵涉诈领助理费，佮透过通发司收政治现金，检调总是去朝通发司甲主持释放地带转去问话，申请羁押禁见。今日下晡开羁押庭进前，是传出主持身体无爽快，毋过救护人员到场检查了后是无大问题，照常开庭。也若是民进党遐嘛有开会讨论，决议甲林岱华立案调查。里长甲支持者发声援的口号，民进党立委林岱华牵涉诈领助理费去互调查，佮逼出人武通发司有部分可疑的金流，那像是甲林岱华政治现金案有关系。相关的调查也在进行当中。林园区部分的里长甲支持者，二十早起是徛出来甲声援。委员的品性，真正值得了，真正人民会当考验，会当检验的。这10几年来，伫地方者的服务。会争取咱对非常的肯定啊。通发司的主持由调查局的人员介入，移送高雄地检署复审。因为通发司甲林家，也佮林岱华过身的老爸基金会往来真密切，检方哪像是掌握到新的事情。第二届去朝通发司，甲主持释放地带转去审问，27号早甲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讯问涉案相关人员后。认为洪姓被告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于今日凌晨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通发司主持的羁押庭27下晡的审理，毋但检调有动作，民进党廉政会26暗时嘛开会讨论林岱华诈领助理费等等的案件，会后决议立案调查。现在检调的动作还是蛮大的啦，就是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新的发展，所以我们密切的注意。区准干表示，开会时甲林岱华诈领助理费、甲通发司不法金流这两个案件做伙讨论，目前也未停处，会请林岱华来说明互清楚。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明仔载是2月，嘛是林家血案45周年。这个案发地点林义乡的厝，即阵是台北的义工教会。教会去年是申请要甲列做市定古迹，落尾无过。有民众议员是认为讲，这个所在较属于不义的遗址，不过因为不义遗址的专法是也未通过，无法度甲列入名单。台北市大安区一条巷仔内，这栋5层楼的建筑，1楼是义工教会，也是1989年2月28发生林家血案的地点，就是当时美丽岛事件的被告林义雄的厝。伊的老母甲2个囡仔被不明人士杀害，到今也未破案。往地下室的楼梯，阁通看到哪像翕时流落来的火热。教会去年向台北市政府申请，希望甲这列做市定书籍，加做推动民主甲人权的基地，煞互文化局驳回。100档后200档后，咱要找历史吼，如果干那历史保存伫民间吼，有人家可能会无去啦。所以国家有责任爱处理这些代志。义光教会其实它作为林宅辖的发生地，我们也认为它是一个承载了台湾白色恐怖的记忆的一个重要场址，是我们现在当代在推动民主跟人权教育的一个重要基石。文化局表示，根据文资委员的审查，认为义工教会敢若是5层楼建筑内的第1层甲地下室，地点较好，互人认定是书籍。有文资委员认为，这个所在的性质较挖不义为止，但是文化局讲，目前要认定不义为止，要欠缺法权，地方政府无法度来做。史迹来说，大概像是古战场。我们如果只有指定，比如说像5层楼公寓的其中1层或2层成为史迹，其实这样的场域的界定其实是有一些奇怪的。不义遗址现在也还没有母法嘛。就说现在的母法也还没有通过。在场嘛有立委指出，因为今麦立法院也未通过不义遗址保存条例，也无法度互政府列做不义遗址。教会甲民间团体是呼吁在野政党卖阻挡不义遗址保存条例的立法，互这寡保留重要历史基地的场所，通受到政府的重视甲维护，而且活化再利用。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
228事件78周年，嘉义市228纪念文教基金会今年活动是用纪念碑做主题，小介全台湾28座228的纪念碑，因的建造过程也有设计理念，是希望让大家当了解这78年前台湾各地228事件。 28座228纪念碑的资料，顶面唔但记录过去捌发生过的悲剧，佮写着安怎去到迄个所在。嘉义市228纪念文教基金会举办228纪念碑的展览，希望透过这个方式，让民众知影228事件当中故乡顶县市的故事。好，咱全国的人民来了解到讲，这个228这段历史，各地所发生的228事件的代志，吼，互百姓来知影。 嘉义市政府甲嘉义市228纪念文教基金会，逐冬拢会到228纪念公园举办追思的活动。公园内底就有全台湾第一座228的纪念碑。迄当初是嘉义市长的总统府主席中丰啊，就讲，这座纪念碑唔但是纪念，嘛希望是一种提醒。政府还未开放228事件的纪念，迄个时阵咱就做啊。咱设228纪念碑是因为咱嘉义为了228事件有真侪人牺牲，所以人就感觉讲无设这个纪念的一个物件袂使。大家追求的公平、正义、和平，咱的希望，大家愿望，这个未来是咱大家所期待。台湾嘛，因为这个事件，咱会当继续教训，然后再站起来。 嘉义市228纪念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江仁新指出，228事件到今已经78年，针对加害者历史定位甲追究责任这方面的工作也是无够完整，呼吁新政府赶紧来完成，早一日幸福受难者家属一个交代。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中华江信宫是鹿港复兴考处保12庄的信用中心，不过这厝是已经害甲真严重，按算是要卡掉电器。 不过，这庙内收真侪珍贵书法家的作品，地方文书工作者就组成团体，要把这珍贵的文物用所谓的方式保存落来。今日庙内壁桌顶面侪侪用大理石刻的诗词字画，拢是来自黄天素、柯志廷、王汉英这寡真有名的书法家的手笔。 好在天天上帝的鹿港复兴考处部江信宫，因为结构安全的问题，准备卡掉电器，到地方文书工作者组成保存团队，利用拓印加点影的方式，要把这个字画记录落来。咱即届即个江义江信宫吼，咱即个整个的即个保存的进行吼，阮是为即个书法部分吼，咱来这壁桌的书法，咱来该做即个拓印吼。 那馆顶的这个剪黏，咱是用这个贴落来，咱要来做保存的方式。我们就用这个文物普查的方法来进行拍摄，保持它不变形、不色偏，让后面的人能够很清楚的看得到它这个作品的完整的样貌。江信宫是鹿港复兴考处部12庄的信用中心，早年因为贼头歹人多，地方无安宁，居民组成联庄，透过安夜料警保护庄内。料警的规模大，嘛是地方联庄信用的重要活动。但是较可惜的是，过去拢无留任何的资料。咱考处部江信宫是有12个庄头，包含复兴鹿港12个共同利建，建于雍正年西元1724年，至今大301年。那要整理就是讲，过去300年来，先人无留半。庙方表示，江信宫捌伫1948年甲1975年中建，但是无留任何的庙史资料。这届电器希望透过拓印甲摄影，甲半世纪前的书法石碑、展亮砖塔记录保存落来，未来也会进行所谓典藏，互后代有门路来了解地方的信用文化。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台中的彩庆冠村，这墙围啊彩绘修复的工程最近是打停在好势。不过游客嘛发现讲，这都因为风格甲本地彩庆阿公画已经无啥相像。这停彩的工程嘛造成彩庆文创公司甲市府对徛。文创公司是主张讲因有著作权，市府是无权利定彩按算要提过。伫咧彩绘壁面头前翕相纪念，台中市南屯区知名景点彩庆冠村，一透早就吸引大批游客来参观。有人发现壁面画的风格，甲彩庆阿公黄永富原本创作无共款，感觉真奇怪。但是也有民众感觉无要紧。就那个建筑这种屋子，
不搭这种的画风。原先负责维护的彩琴文创公司，2020年甲台中市府属约无成发生纠纷，主张有著作权，将17名壁面抹油漆，去台中市府提出民刑事告诉，一审台中地院拢判决彩琴文创公司胜诉。台中市府是主张有彩琴眷村土地甲建物所有权，先后伫咧2023年5月，也有2025年1月进行内外壁面彩绘作业。彩琴文创批评严重侵害著作权，伫咧官司也未定验进前，市府无权惊动壁面，已经伫咧诉讼当中，会甲律师建议采取法律行动。台中市文化局是表示，补漆修复是为着维护公园品质甲整体环境景观，由建设局办理公园设施围墙维护工作。甲法律诉讼无关系。公司新闻台中报道。府城建设300栋，台南市立博物馆是特别推出展览，透过珍贵的文物、影像记录，也有互动的装置，呈现这100年来府城内外生活变迁，也有历史发展甲文化特色。另外，嘛是要甲民众做伙探讨，这未来城市会当安怎发展。行去这座城墙分成城内甲城外，一日内边就通看到当时官兵对福州传来府城的五福大帝信仰价钱的顶头，叫1869年台湾管事牛签。这款若像建筑的身份证的文物，二七头摆展出。今年府城建设300栋，台南市立博物馆办像府城啥物拢伫遮特点，要互大家透过这100栋来历史文物来探索府城过去的社会风貌。咱的到底怎样一只摆的时阵安怎做的？片无咱拢有查过来哦。咱古早是咱的上神。食神来到咱现代做喙食物啊，甲咱这饼类的部分、糕仔的部分，拢有非常的关联哦。是讲进木天书符料，然后配一个天书的音啊，为大陆请过来啊。当地是这个台湾府的时阵一个正德官。看展览会当了解府城当时有拍铁街啊，是济人买卖的所在，嘛是过去府城生活机能的重要基地。另外，城内参城外有真大的关联，尤其信仰文化是上好的证明。像西港庆安宫3年一届会来城内的府城隍庙一组，遐那关城隍爷巡，犹原是说城墙的范围，这种显示城墙内外的文化连结性。虽然讲有一个城墙甲围起来，可是透过这个城门，透过这个道路，甲这城内外的人甲接做伙，毋是干那过去安尼，是即马台南市咱个看会到这个城外走入来城内来办一寡特别的代志的。这个关系。虽然这阵大部分的城墙拢拆掉去啊，不过展览嘛是特别展示去年伫小北门出土的砖仔城墙石角，互民众实际都希望感受当年城墙的重量。官方讲，希望互大家更加挖紧台南这座城市的过去，进一步思考文化保存的意义。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世新大学对顶学期开始修改开课的规定，限制这选修课上无大要有30个学生才会当开课。世新大学是讲，安尼是希望会当帮助开课的老师调整课程的内容，也是看讲敢要换开一寡学生较有兴趣的课。不过，嘛有袂少学生是烦恼讲，若是因本地要紧的课开无成，会影响到毕业。2月中，大学拢已经开学啊。即马大学课程强调跨领域多元，不过最近咧选课的时，就有世新大学的学生指出，学校自113年度开始，就甲开课的人数标准调悬到30人，互袂少学生拢面临想要修的课无法度开的状况。必修的是一定爱有的能力啦，结果伫咱的学校，就变成选修，变选修无人要读，就无去啊。伊就把迄堂课直接从那个系统删掉，阮嘛无法度搁去诱人啊。学生指出，因惊课会开袂成，所以就要四界拜托同学来选课。也有开课老师赶伫咧选课时间结束进前，写批提醒学生紧去倒找人。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指出，大部分的大学拢是设20人就通开课，30个人是真罕见。因若课程开袂成，恐惊影响老师的基本授课时数。如果是要用这个人数来作为一个开课与否的一个决策，则它应该要有一个我们说的一个数据的准则，可能会危及学生的权益，那它这条线就不能往上拉。
针对调关开课人数的条件，世新大学是表示，顶学期因为安尼停开的课程有18门，这学期目前是34门课停开，不过这学期有增加30门选修课，希望让学生有多元的选择。校方认为，透过安尼的机制，会使把资源导入学生真正有兴趣的课程，也强调袂影响到学生毕业。它是大四涉及到毕业的资格的，然后或者是1、2、3年级。涉及到他的最低的选修的学分数没有达到的话，各院系其实都会特别去处理他们这些问题。但是高教工会强调，学校除了发展跨领域的多元课程，也要重视学生的基本权益，兼顾科系专业性课程，保障学生的受教权。记者张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14度到24度，中部地区14度到25度，南部地区15度到28度，东部地区16度到25度。外岛地区11度到20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